是料理的消息，若是讲家己的美食，唔知你会先想到啥物？有人先想到火鸡肉饭，啊，若倒一间上好食。住伫即个家己超过10年的即个算错定位，为了要找出心内答案呢，运用伊化工背景养成的资料分析能力，创立卖场的专业，伊拜访家己县市几百间鸡肉饭的即个店家，将即个鸡肉比例啦、特色啦、色彩等等拢做一个记录，就是要乡亲为内底找到心中的所爱。在烧烫烫的白米饭顶面淋一寡油葱，再个把火鸡肉放伫上顶管。最重要的啦吼。独门酱汁，这个油。上界重要的酱料个淋起哩，或者是。好了，肉片。个老碗高度度个 Q 地地火鸡肉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肉质比较紧实 Q 弹，然后用我们自己制作的那个油葱酥，然后配上我们的独特的酱汁，然后搭配起来就是一碗完美的火鸡肉饭。无论是在地乡亲，也是观光客，拢族性质味，啊那另外一间。到也未到食到的时间，都有人已经在排队。制作的方法看起来无啥物，不过这间的酱料跟北京无同，当然口味也有差。然后我们酱油每天都是熬制12个小时。葱油的部分的话，是老板每天早上然后现炸，然后红葱油，然后加上火鸡油跟猪油下去现炸而成。像这款的鸡肉饭，伫家己县市就超过300间，是讲倒一间上好食嘞。43岁上班族蔡定伟，伊搬到家己超过10档，讲要甲所有鸡肉饭拢食透透。即摆伊互外界称作是鸡肉饭的专家，有化工背景的伊，运用伊数据分析的能力。2001年设立卖场专业，将炸过鸡肉饭拢记落来，包括着鸡轻香的口感、甲特色小菜等等的感想。看个人口味吧，因为有的偏甜，有的就味道比较正统这样子。是不喜欢甜的，比较喜欢咸的跟正统的传统的那种鸡肉饭这样。每一家都好吃啊，踩不到雷啊。怎么说？而且鸡肉就是真的都是火鸡肉的肉，是比较有弹性的肉。好吃的鸡肉饭，它的肉质就是要湿润，然后不干不柴。每一间火鸡肉饭拢有因的支持者，想要知影到底差伫倒，除了透过卖场专业的介绍，嘛会当去家己行一转，看敢会当找到你上爱食的迄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